吧？没事。不好吧？你醒了，正好给你买了早餐。李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个女护士过来啊？嗨，干嘛麻烦别人呢？我带你去。这不好吧？没事。不好吧？放我下来！小心腿啊！丢死人了！下次还是帮我找护士吧。不行。小心。峰峰，把手给我。啊！手，快点。那，另一只。好了。今天呢，朕伺候你用膳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来，张嘴。李欢，你好慈祥啊！你这样让我想起了我爸。是吗？你以前照顾我的时候，也让我想起了太后啊。调皮。你更调皮。来，太后，用膳。尝一点，来一口啊！不吃。不吃啊？哎，乖。叶波，把李欢电话给我。怎么，要人家电话干嘛？强占人家妻子啊？叶波，小凤不见了，快给我。冯峰不见了，冯峰不见了，你就要人家电话通知人家你已经强占人家妻子了？哼，你这个人啊，当小三当得我毁三观好吗？你太狂妄了！明天网上就会有人报道你叶家三少当小三儿，哼，还是个男小三儿。叶波，叶波，谢了。峰峰啊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我看外面都是推着轮椅啊什么的，我感觉还挺舒服的。我去租一个来。李欢，你回去吧。我为什么回去啊？我回去谁照顾你啊？猪猪啊！哎呀，那都是外人，人家也要上班的，你老麻烦人家干嘛呀？我不管，我要睡觉了，睡觉。哎呀，睡觉不能蒙着头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就忙。哎，你别睡了，你天天睡，你是猪啊？我成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我不是猪是什么呀？
想跟你说说话，好几天都没有听到你叽里呱啦的了。我不想跟你说，可是我想跟你说，我不想跟讨厌的人说话。我当皇帝的时候，你讨厌我可以理解，我都已经到现代社会，改了好多的缺点了，我没那么招人讨厌了吧？你为什么还讨厌我呀？因为你是段正淳，我讨厌段正淳。芳芳，又是你了。小公稿，段正淳，花心大萝卜，千年僵尸。我最讨厌你这一脸坏笑了。是不是我现在成这样，你特别高兴啊？哎呀，生意来了。喂，李欢，峰峰在哪儿？叶家。峰峰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这该死的第三者！李欢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峰峰在哪儿？快告诉我！滚！一脸坏笑，一准没好事儿。我这笑得开心呐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因为什么呀？我当然要开心了，我接到新生意了，新单子。哎呦喂，单子这词你都会了，真时髦，是吧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我出事的那天，你故意不接我电话的？我就是故意的。你说你平时老那么欺负我，我得拿架子啊。要不你怎么知道我的重要性啊？是不是？还拿架子？我看你就是为了当护花使者，你就故意不管我了，不管我的死活了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相信我啊。没事啊，谁让我是打不死的小强呢？啊，峰峰真可怜。你不是小强，那件事情真的是我不好，我知道错了，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其实我一直都希望只对你一个人好，相信我。哎，你写的那小说啊，我天天在网上追着看呢，可好看了。你里面写的那个皇帝，活灵活现，是不是以李欢为原型啊？那个家业是谁啊？家业就是家业呗。